植物体本身就会有生物电，然后就是就算不去碰它的时候，也可以看到这个灯有稍微微微的在闪烁，那就是它本身植物就是去影响这个灯光。那我们其实手上有生物点，然后其实比这个植物的还要大很多。那我们在摸这个植物的同时，就是我们的电可能会从这边过去，或是它们的电会被我们吸过来。然后也就是说，就是这个灯光会因此而就是受到这个电流的影响，然后而产生这个闪烁这样子。对，大致上是这样。